好，大家好，今一個今集呢條片咧就會講1969年己酉年出世嘅朋友，今年喺丙午年2026年嘅運程如何？咁咧己又係空亡喎，咁即係等於代表啲咩咧？就係咧今年佢可能冇乜方向嘅，唔知點算好，個人個肚裏邊或者個腦裏邊冇咩諗法，唔知行咩方向好啦嚇。咁但係咧。人緣仲唔錯嘅，朋友仲好，平輩朋友仲好多嘅，好多朋友嚟會喺身邊成日出現啊，幫助你啊，多咗朋友嘅聚會啦。今年嘅心態上邊咧，雖然係冇方向，但係比較悠閒，喂，唔想太過操勞啦，想休息翻少少，多翻休息少少，或者喺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唔使咁勞心勞力。另外咧，今年嘅要求對自己高咗，或者會對扮靚要求咧就係對自己無論係內裏同外邊都係啦，扮靚扮多咗，或者做尖做多咗，對自己嘅要求高咗，出品多咗，工作好咗，對屋企人嘅關係或者對屋企人要求都高咗嘅。好啦，咁咩會令到你咩唔舒服咧？今年咧有少血光嘅，咁建議你咧就建議1969年出世嘅朋友咧就會做個 body check 或者抽血。做 body check 咧抽血抽量同血，係抽量同血啦。你有好多朋友都問我洗牙得唔得嘅師傅？咁洗牙咧我自己咧都保養得幾好嘅，我洗牙咧係冇血嘅。咁就算洗牙有血都得好少嘅啫。咁我哋點樣發血光係因為我預先做咗出血呢個情況其實每一次捐血都一包檸檬茶咁多，好多噶。抽兩筒血咧都好多。如果抽兩筒血抽完之後擠喺地下或者喺台面，嗰灘血好大灘嘅，咁佢化咗。咁太少咧就化唔到啊。好啦，另外咧出邊會有啲負能量俾你咧，就盡量避免咧。我哋盡量避免去呢個東南邊咁嗰邊負能量比較重，對自身冇益少去為妙。咁跟住咧自身上面冇乜特別嘢㗎，嗰個係小血光嚟，所以唔使太擔心。今年算係咁啦嚇。跟住工作上邊咧，就人去克制件事，努力去處理就可以啦。咁但係咧，今年嘅工作咧會比較辛苦嗰個工作量會大咗，嗰個工作壓力會大咗嘅。而你係空亡，我係想唞下啦。咁有成一個幾明顯嘅對比，就係工作量大咗，質量高咗，而自己好似個心放鬆咗，呢個對比大，咁自己留意一下。財帛上邊咧，財帛宮空亡，自己又空亡，意思係仲要距離克住你喎。今年財運咧麻麻地。咁如果已經冇錢嘅啦，唔緊要啦，我啲錢擺晒有啲不動產嘅地方，good 可以喎。不動產你咪繼續碌佢咯嚇。雖然而家市唔好，但係過3-2年之後個市好翻咧，就應該上翻去冇乜大問題。要小心一下錢銀上面啦。咁唔使特別留意啲咩，唔使特別做啲乜嘢。今年係差啲嘅。咁做生意嘅朋友就差啲預咗噶啦。咁喺做打工嘅影響就不大嘅。影響不大，因為你都係出份糧啦，係嘛？好啦，錢銀上面跟住到感情咯。感情上邊咧，今年感情上面就比較差少少。又係嗰句，如果你本身關係 OK 嘅，咁可能會疏遠咗少少，淡咗少少。咁如果嗰個感情已經係麻麻地啦，咁會有大摩擦發生嘅，嚇。咁而且男士嘅脾氣都幾大男士脾氣大，咁所以小心啲啦。好，病痛上邊咧，因為咧病符宮空亡嘅，咁今年都身體健康冇乜大問題，小病小痛無大礙。OK， 好。如果你揾我睇流年嘅話咧，大概會係半個鐘頭至到45分鐘啦。咁咧今次呢一個咧係非常非常簡短嘅一個流年運程啦，送俾1969年出世嘅朋友啦。好啦，咁1969年出世嘅朋友咧，大家可以點讚、關注、俾個 like 我。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嘅佈陣係點樣佈咧，去幫你趨吉避凶咧，你可以喺評論區嗰度留言，我想知點佈陣我就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佢知點佈噶啦。咁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